嗱，3位嘅首本名曲大家都耳熟能詳啦，成日都聽到啦。但係如果要你哋各自交換啊，即係揀首對方嘅歌嚟唱，你哋又會揀邊一隻咧 ？Brian 先啦。其實我都比賽嘅時候都有講過㗎啦，我內心都係有個唱跳夢嘅，所以就不如食個營理學啦。有冇聽 Brian 唱跳啊？嗱，如果咧你真係想做呢個唱跳歌手咧，第一個考驗咧就係當場食個營理學咧，你會伴舞先。咁大件事啊！我好需要伴舞你。咁我要加多少少出現費啊？呢個冇包到啊！係呢個就係勁。咁啊 Ophelia 咧？其實由我哋一開始即係大家出歌之前，我哋都會聽大家首歌啦。由嗰陣時開始咧，我就已經好中意 Ryan 首聆聽自己嘅聲音啦。係呢首歌好有意義啦，同埋好吸聽，我覺得。每個人都需要聽自己嘅心聲啦。冇錯。再順從你嘅直覺啦。冇錯。咁啊，姊妹咧，我都可以聆聽自己。都係聆聽自己嘅聲音。哇！即係自己有時一個人沖涼嘅時候，自己都會哼埋齋咁樣。哇！咁誇張。咁陣間聆聽自己嘅聲音咧，就合唱㗎喎。你又比較難聽到自己嘅聲音我嘅。係咪啊？係啊。係啊。咁不如嗱嗱聲咧，就交俾你讀唱先啦。好啊好啊。OK，我哋先將個時間咧交俾 Ryan。請大家聆聽自己的聲音。Thank you。從聆聽時從頭發聽到好多為人，到今天生存的指引，怎麼對待，怎穿搭使吸引，若假設答案總標準不萬能，咁需情為何？我真感覺我尚未滿分，如心裏有首歌快播出來，這首歌永遠實在別當錯。如不傾聽怎去自愛，世間好那討得來，如多再期望未好吧。尋找呢一隻歌咧係講俾大家聽咧，就希望大家係順從多啲自己內心嘅信念啊，多啲愛自己，聆聽多啲自己嘅聲音。為何個個習慣緊別人，磨礪角度遺忘自身，想領略要學會發問，哪款指針哪一種腳印，能陪我自信找方向感。